究竟賭博輔導係點樣幫人嘅呢？係借錢俾你，定係同你講大道理呢？通通都唔啱。第一階段停賭要治本，唔係淨係靠填數。好多戒賭人士都會問，點解戒賭要做賭博失調評估呢？同埋點解又要問埋我嘅家庭啊、成長經歷等等嘅呢？因為戒賭就好似拆炸彈咁樣，要先做評估，揾到點火嘅根源。可能係因為你長期受到身邊嘅一啲負面環境影響，又或者你想用賭錢嘅快感去麻醉現實嘅無力感。揾到引爆嘅根源，先可以制定一個合適你嘅停賭計劃。第二階段，重建你嘅價值度量衡。賭多鋪翻本呢種諗法係點樣形成嘅呢？你搏命想贏，到底係因為錢啊，定係因為想證明自己存在嘅價值呢？通過修補身邊親友嘅信任同埋重建關係，等我哋可以知道唔賭嘅尊嚴比起賭台上面嘅籌碼更加有價值。重建個人價值觀同埋金錢觀念都係好重要㗎。第三階段，戒賭唔係靠死頂，係靠換一種生活方式。單靠死頂唔賭錢，好容易就會被打回原形。咁通過培養新嘅習慣取代現有嘅賭錢習慣，仔細咁樣記錄每一日細微嘅進步，增強自己嘅成就感。當新嘅生活有咗實質嘅支點，復賭誘惑自然就冇位入侵啦。賭海無涯，但救生圈一直都喺度。戒賭嘅決心就係你最好嘅 GPS 導航。